这几当来，咱台湾的影视作品这题材是愈来愈多元，嘛定定伫咧国内外影展摕到大奖。一出好的作品，除了演员的表现，幕后各种领域的工作者嘛是关键中的关键。稍等的暗时7点半，青春咱的帮节目，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幕后工作者的拍拼。要完成一出成功的电影、电视剧，除了幕前明星主角的演出，嘛需要幕后的工作者，用流利的双手甲创意的想法，帮助这个角色讲故事，亲像营造现场声音的语音师，互场景符合实际的状况，甲时代的质感师，还佫有呈现咱人照相、脑化等等状态的特效化妆师，因拢是影视作品成功的重要功臣。我们做出来的声音主要是要很写实，要让你听起来很像你日常生活中听到的那些声音，最好是做到你觉得很自然，是电影里面发出来的，让你以为是拍戏当下就录到的。伫台湾并无所在会当学遮尔有路的技术，一般来讲拢是靠师傅看教，若无就是家己看册、上网找资料，经过侪试验，才有法度完成符合需求的作品。花了很多时间去建立的，可能去国外学，他们会讲一次，你跟着老师做，或者带着你做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是成功。但是我可能要做10几次，或20几次，或上百次，我才能做出一次成功。这几年来，影视产业的劳动环境愈来愈受到政府甲民间的重视，亲像建立工作者就业的制度，使用材料的安全性，也是未来的规划甲发展，拢开始豆豆产生变化。较早是一工，就是你有去有做就有钱，无做就无钱。会使去做的时间嘛无稳定。然后饲料的部分，以前拢用油性的，即马就拢改用水性环保饲料。用演过手路拍片，一直到即马对着国际潮流的影视工业，这些少年人用创意甲坚持，继续投入这项工作。因的作品嘛受到国内外真侪奖项的肯定。希望台湾的影视产业会当愈来愈进步，在国际上，让大家看到咱的实力。记者吴定宇、林建如台北、台中采访报道。